弹珠汽水，原来弹珠都要经过人工一个个挑选，弹珠里头不能有杂质气泡，圆滑度也有关系。如果弹珠越圆的话，漏气的机会就越小。如果你不挑过的话，很可能保存期限就会减短。压下瓶口弹珠，碳酸气泡瞬间冒出，这是童年的滋味。弹珠汽水生产速度慢，成本高，大厂不想做，40几年的弹珠工厂反而看到还能走下去的机会。喝之前不要忘了还可以玩哈，把这个撑开，4只脚撑开，放在旁边就可以弹起来了。开瓶器变跳跳蛙，扣环变化出趣味玩具。汽水瓶底的凹槽压下弹珠，可以开汽水，还能堆叠省空间，一物多用。林仁光光是弹珠汽水的瓶子跟配件就有几10个专利设计，不断找新卖点。水为什么不会流出来？其实我们是压力控制的专业。把弹珠汽水的制作原理变出魔术般的效果，让人想知道答案，则是林仁光认为转型观光工厂之后最大的价值，让消费者在玩乐中学知识。这个气球吹5000遍也不会厌倦啊！好，来，不想要拍掉。新年亲愛，大家都按愛嚟呀！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歡，大家都喜歡來這裡。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變出好多種彈珠遊戲，重點在創意和設計力，也是林仁光以來的生存命脈。看似不經意的設計，其實充滿心思。我們非但要創新，還要再增加它的功能。新上還要再更新，還要有更多的功能。巧妙的利用壓力，才能做出彈珠汽水。林仁光也在壓力之中磨出經營之道，以創新的點子將老彈珠工廠轉型，帶出新局面。新年親愛，大家都按愛來壓力。新年親愛，大家都按愛來壓力。